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语同文嘅研究，题目主题係人生飛行嘅7條路，一絲一語對照錄音，提供俾各位鄉親嚟做個參考，使得大家能夠有語就有文一個境界安尼嚇。所以講啊，曉得讀，曉得講，曉得聽，曉得寫，一個輔助用我嚟做安尼嚇。所以將一個過去一個100年，民國100年出版嘅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啊，一絲一語對照錄音。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同時，一篇文章呢，在民國80年左右啊，就有登喺一個客家雜誌，以及一個日光山雜誌，同台灣客家電子報等等也發表過安尼嚇。以下呢，一絲一語慢慢嚟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嚇。本文出自於一個頭度所講嘅客家白話語文研究，在一個201年出版嘅嚇。上語所講，一種米學百樣人，確實係有樣。各樣人仍有各種不同嘅概念與思想方法。所以世上嘅人、世上嘅事情，也係有百款咯。哪種條路都有人嚟做，但係一個所做嘅結果啊，也係唔會完全相同。世上嘅事情好與壞，總是有18位有規矩。假設無依照天理、法理、人道、也都係情理法等等規矩來行啊，恐怕失敗也係有不利嘅機會過多，結果搞到最後失敗，佢凄慘嘅也相當多。目前熟悉一些老人家常講嘅素材，乜嘅人生飛行嘅7條路，提供俾大家來做一個參考。可能是有樣，係有樣也冇樣，有道理也冇道理。人生難行嘅7條路，係指哪方面咯？第一個就係賭博，第二個呢就上舞堂搞舞一個基本一個歌呢，幾多舞嘅方面嘅歌曲提供俾大家嚟聽同欣賞。第三就係土水價位啊，第四呢發展插針子，第五尖端科技嘅電子公司，也下來講是最熱門嘅，但是過去來講啊，也係非常嘅危險嘅素材。第六出風頭噴雜誌，同新聞。第七博天樣實驗等等嘅7項條路，由於過去到現在，依照統計來講啦，這7條路實在係飛行。失敗到流皮流骨，喊阿爸阿娘講唔敢，咁係有樣，按攏在人下，請耐心看大下，向大家報告嘅漫談，俾大家嚟做一個參考。第一個賭博，標題就講啊，輸博嘅時間，賭輸博會後事莫事。第一個賭博，也實在唔係條路，當初嚟搞牌嘅，
伊个味道相当好，规定人入味，相当足够有神气。以前虽然在过年嘅时节开始学校，拜拜月、祭拜夜也系不放，但是佢容易生味。到入白烧以后、烧以后、入烧以后，食材系相当得人惊，莫讲伊嘅素养，假使学会嘅都饱。不但心神会变坏，伊个面相也会改变，自然会改变到面有贪心的贪食的赌博面相。再讲眼神也有所不同，也有可能系赌博人家常常注意嘅。上述下述的排路，训练到人讲啊，侧眼，有各人一样，本人无好讲。还有老一辈人常讲，十度九数，数位农行养的米，实在该明显表示。赌博系放工飞业，唔咩头路。有时本意赢嘅时节，就会佢失牙丧失。有赢嘅钱，佢咁啉，佢咁搞，甚至去请菜店嘛，存钱嘅来乐听一下。有甚至。休克休息一下，无形中有方面不正常的行为。万一系输博嘅呢？万一系输博嘅呢？食材才高，凡事讲唔敢再赌嘅，后事莫是莫大技能。堂堂一个男子汉。就暗中同歪脑筋来骗，来想看啊，系咩能够投回到18位老本钱么？赢的赚么？再来赌一下，快咧！天公爷一生最恨赌，故说唔会来同情，再来本意输一败，输一次。也在还有个细心的嘛，人家所讲的道理，贫穷则变就则通，所以就想出马嘅36个，所以搬家搬赌出家练人家金山脱好。头天晚日，假使翻买嘅36个，所以就搬家一个搬家搬头出家练人家一个方式，可能会翻嘛，会等嘅几条，统统加来。使用让顺头谋生、顺头谋出嘅方法嘅把戏，也系只能诈人一时，无法来骗人永久。赌博赢唔好，输不利。赌博实在系使人心神不宁，财务不保，公婆太太都会怪严的事，怪唔得老人家常讲，俺敢是，日本时代赌多钱，都系赌唔出头，掠下也还敢去赌。
假使去赌博为业者，实在一作来可以做权也。尤其现在有个骗讨姑娘的是阿哥喂，真系目足爱白哥佢呀，白哥佢嘛，都为嘅博。乃家人家嘅事啊，每嘢感觉本意做姑娘咯，实在有样。赌博嘅行头路，实在唔系小可嘅条路。小心小心，淡淡睇，好得各位乡亲大家莫学到。第二就是经过狐狸精。一个下海来跳舞，原本一个歌曲伫倒里呢，插几道赌博嘅可怜嘅心。后来讲听一个上舞堂搞讲到舞堂倒里有芳香嘅好酒，又有玉石十内鬼酱，旗骨咧真正有太房嘅只要一踏入舞堂，音乐系一流嘅，双双对对男来跳舞，实在个上瘾，佢等人欣赏，凡间人生呢快乐，唔过他家唔只有上过梦，下海来同人跳舞，为了系乜嘅东西？而系安后来同唔相识的人牵手来跳舞系嘛？讲老实话，而也系讲坏大的人，为来可以杀爱命、怪爱命，可能以按太淡咯，可能以按太淡咯。讲穿呢，伊就是为了千百来嘢，相信冇唔错噶。再讲也是经过三十狐狸精，在跳舞的时间，当唱当好意，当有感情一样，将把伊嘅书同人命来命去。唔知前呢后生诶，为过度，真系抵得言意，同人走上走下，命上命下，实在唔止伊送上诶。唔过一啲事哦，等于命到皮包位，改包位时间，伊一直后伊，同时伊嘅后生说。就会唱歌位，本儿堂，个个爱你呀，同时伊嘅心肚里就会暗中接唱下去，爱你嘅心态比后来人家唱嘅歌位，上次就咁样说，好老话讲啊，就咁样说一样。个两头甜，本人谈到实在当水人，所以有地位个风神呢后生诶，就为本人诶虚情假意来感到麻醉，来落掉，这时节就爱第社会哦，伊个皮包诶就会像。速度反弹嘅内敛一样，风流到小棍，两下数办，皮包嘅都里嘅前票北票也会流到上平激降，留得差钱本意贵气啊，也系有时把为良心咩？但是这种嘅技巧。唔系一流诶，容易使人分享起来。
也会紧紧来交情人。至于一流的武王，有3道样板咯，色彩高明。而同样在5光10色的武堂灯光下，假作一切为了你，使你过到安养为安幸福。安有人言，让我有武王安中意爱，甚至不使钱，免费就得爱。使我归到家中睡梦的时间，半夜都会头脑，想到係我前生係有修道，咁麼不然見本人，讓我有安有福氣呢？假設中到2種武王的技巧，實在就好社會，就是有人到位，讓我講咯，聽講。一般人一輩武堂以後，燈上數到5光10色嘅燈光來照射，這種5光10色嘅燈光都裡含有粉紅色的輻射線，照到位以後，就能夠使人得到昏頭昂腦嘅枕頭。點點絲絲就有半夜陰無陽的樣式，便是呢火山猴子，相當孝順武王，莫講實力方面，有求必應，連黑的禮物也有財錢時也相當數拉開。來賣本意，甚至阿公婆嘅神威也敢破一殺本意，實在係太昂掉。所以有人講，火山猴子嘅火力相當厲害。萬一火山爆發嘅時間，會使人落到跳上跳下，跳到後退嘅、前退嘅，甚至主攻不退也會跳到空空。火山的手掌會使人落到流皮又流骨。火山呢，手掌也該挖，也比挖流台高挖，會使人得到四腳仰天。永遠無法度白爬行嘅啦，摩西也存半條命嘅，咁有樣按得人講下，就上面所講來看，實在無可罷了嘅，八九不離十，確實一條路不但飛行，都端正講。行唔得啦，行唔得啦，行唔得啦。第3，土水教嘅主題，一年莫講2秋天。通常時節在一般就作閒聊中，佢都熊邦邦嘅南美人，不是講賺到錢時愛來學世教嘅，討好羅馬，等等一個花式，實在有為南面心肝都裡樣樣，可能係犯了香港心吧，香港腳一樣，香港心有個樣哦，有想愛來去看賣啊，去看哪裡？來討世家嘅，萬萬口味係如何？千萬不可。天倫嘅交通規則不可亂。雖然只有2年地帶，但是天也地，地也地。有人講，
鸡卵在灭，也有烹。有朝一日事情会泄露出来俾人知道，这时节后皮就会强横，看咩得人大，不但我家嘅老婆，虽然呢，我唔敢样来起风暴，连隔壁邻三位人也会来告状。来上金本人谈，上金本人谈，所以头摆人有讲一句话：假使一人讲嘅两秋天，上也并上秋天，下也为来下秋天为来怪烟，下也并嘅下秋天，上秋天又为来喜恶。唔知并乃秋天过后，实在有道理。有一般人来看，东西只有一张，作为太婆世家，实在困难摆平。假使太婆同媳婆相处唔好，这时节就好咧。对众人就会改坏事，所以一般俗语讲坏事，用坏事是太细嘅事嘅原因。有人解释为，媳妇嘅好坏来讲，假使媳妇同太婆冇都好，实在就会搞到乌天暗地，改难为情。不好意思，唔好意思，就将全部唔好意思嘅罪过推到媳婆嘅身上。假使冇媳婆来，伊也唔会有咁多唔好意思，所以就骂唔好意思就会咁多坏媳婆，为坏媳婆，简称为坏媳。按你来讲，也系有一片道理，所以摩托媳妇乃会有坏事呢？后来由于一代一时不公平时，就报以3月一手草，5月一太草，甚至登上经上，关于讲是追赶。跑跳碰，客话就讲啊，追脚走跳碰，比电视台综艺节目嘅五花八门嘅戏过好看，真系太上脑筋，不但耗费精神，又制造很多麻烦，终究有身体的身，身体神养，精神的神为养生，行路也头来的结局，何苦来呢？所以有个老阿伯嘅讲啊，样板暗好，有本事讨媳婆，就要才挑来本太婆，在精神上、物质上。公平又合理啊，有可能实在是非常的不可能。尤其嫉妒，关于讲嫉妒2则事都是像50篇，而是的太媳婆都唔会有议论，有争论，神仙也是做唔到。何况人系凡间俗之呢？朋友讨论，媳婆也开始，实在系又咸又苦哦。新鲜望新鲜，鬼望讲，假着吃到位，就抵得骂嘅系盐淡面哦。木者都会相当高流哦，所以
每一个生意来戏弄成托西婆杂，西婆人讲啊，贵人讲啊，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劳其心，苦其志。客话讲啊，天将降大任于一个人，来劳也心，苦也志啊。就会讲啊，托西者嘅结果是安尼。再讲作太投票无约义，其实一个其实系花钱插针子，也好啊，时下几多人有钱以后不甘寂寞，唔晓得了行善积德，偏偏不安分守己，错到乜嘅太投票，强求出名又爱唱讲，也唔晓得拿钱呢来存一下自家面对里嘅财花系以主德嘅强中有一到位，就利用钱财买选票来插政治。由过去来看，当选正常上涨，起码也要有论千万元嘅充值诶，能可以当选。同时所上诶正常上涨诶报酬又结党结派，亦或是有人分割，上面嘅是上高尚嘅上，大下是无还是两者是结合嘅意思，无系无，而不是该无嘅意思。派呢，党派嘅派是系马是你写马嘅马是嘅鸵鸟温水，像我哋凡事宏大之功，不按派理来出牌，是血真理公道。假使安尼做，天天当个嘅天公伯，恨本凡间嘅人安尼来做下，不可以嘅。天父仰望也会有纪律嘅，都是以求地德嘅。因贵人讲啊，是呢，该当何处，该当乜嘅处，甚至法院也会来，体检处也会来搜索事情，法院也会来判罪。法讲花为钱来当选。好坏莫讲，花钱论千万，做因乡镇长，在算其每一年嘅镇长嘅每月嘅租金费用就要有2万元，实在系几多得人嚟杀，还唔敢。尤其当选了以后，支持嘅选民是爱面子。除非托西婆谁家为坏色抢人来19以外，其他行行都会邀请其来到场，为了搭车过去的支持，也唔敢实力冇到场，只好硬论头皮撞过来，来夜之后又唔敢做学当古拜嘅样式，所以又爱了一包红包，安尼一阵也好了。红包退嘅总比一包卫生纸还爱过太包，实在让得伤心。因为都按上庄走，下庄也走。将把都是感到亲像怪娘的样，
概念的可度与应用，都是太马古早，像是欢迎加宽态度一样，但是伊个银行镀金铺的沙像是大块的膀胱一样，存款数目一年比一年少，都是钱财没流走，实在像是日头对视频出，人奇怪哦。所以有个台湾社会观察家讲，就像上面所讲的政治人物，10个之中有8个是经济危险为结局，2个可能有好康。这种本人分析咁有样，希望大家来认真看，来求证一下。以上所谈，从事花钱插政治的结局，都是样板容易破财的头路。为何有很多人爱来搞呢？有乜嘅恶弊嘅所在呢？外人係局外人，局外人實在難以想象。比將以前台南有一位將軍90歲嘅市議員，伊在第六世界監督黨嘅總體力，也係學歷，也係博士。來台灣以後，當嘅辦成人嘅市議員，有教書同做大學嘅主任，還唔過癮，還想當市長，日夜夢想競選嘅痴迷，所以造成了一個改善期嘅政黨。講伊在個街路上行路時，那係有人競選競選來嘅金門省大字炮嘅時間，伊都會有意無意刺中嚴肅行業啦。同時台上答謝講啊，謝謝，感謝安尼，一句費力嘅來答謝嘅話，唔講嗰種一個念頭，競選嘅念頭神奇嘛。由此可見，入少入微與政治活動者樂在其中哦，實在沾滿定人一個選舉嘅人哈，所以選舉嘅人莫去牽疑啊，也莫鼓勵。第五呢，就是過去來講，天子事業容易走路，這句話有樣來講，請大家來聽大下一句話。尖端科技嘅天子公司啊，樣板講嘅條路又係快行咯。聽講在美國矽谷一個地方，矽谷一個地方，也係世界有名嘅天子工業省。由於科學競爭嘅關係，這個平均每年有2間公司會彎下來。因為電子產品的開發分秒必爭，假設產品冇講究創新與發明，可能根本一個新產品，聽講嘅就係路邊嘅地攤貨。最凄慘的電子產品，假設一個時，不但冇人愛用，也冇辦法來論斤稱量來賣，實在係該冇解釋，冇奈何。像現下電子計算機，在民國61年嘅時間，一台12位嘅電子計算機將近有2萬元，但是現下目前200元、100元就可以買到。相差兩百倍，所以經營也係種電子行業，過於變化多端，實在係危險。但話又講真啦，
又为何按多年而来行这条路呢？因为这种电子产品是行货，利润总在10倍以上，所以利润之高为百业之首啊！有这位人成功，真是像是春水一样样，该何抗啊！假使无法度开发新产品，最好莫开电子公司。但是目前该多业者无法向美国企业来发明与研究开拓市场，也无法向日本企业来创新。样板讲，只好行防贸这条路，防贸这条路，摸得到就赚大钱，摸唔到就本人作起帮忙一直年走入关门太急，也就系电子公司该危险，也系该好嘅所在。也下当前台积电虽然个安好，但是有这一年伊那是唔开发，就会发生到这种问题嘅出现了。好，再讲大下嘅潘插式新闻系太繁琐、太昂后。第六，出风头潘插式，凡是个莫讲出风头啊！做开历写历史，为人行一条路。法讲汉来有插枝采树，纵观天下事，还是一大乐事啊！尤其目前地带知识爆炸嘅时期，不管哪一阶层嘅人，都希望多看一些书，来从事自家以公开演讲。地带天下事为公用，不得不阅读新鲜有趣味的杂志。就按你来看，出版杂志应该是太发财难出家，为何又讲坏行的一条路呢？根据业者反映坏行的原因，竞争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是目前不受读者的心理。看杂志还爱看新鲜又好奇、是非争论的论作，使得正经后头的好书啊，往往难落个撤销。至于内幕重重、凋谢弄虚的杂志，相反呢，收入也唔会差。但是这种书往往立论不公平、偏激，同时避免特奖，容易得罪当事者的也是政府，往往就会本人禁止出刊出版，也是本人来推广。所以经营杂志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假使立论正经，又不加上其他内容花错，强怕免费赠送，再加上传入功德无量嘅很多杂志，也是少人来看，几少人来看。但目前客家杂志、闽农一共产杂志、六地方言杂志等等，都以正经有益文化传统为本。正符合目前7个人所看，占台文化拖得行是一本好书、好杂志，怪得身为闽农人、六队人也特别爱来看这个书，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延续客家文化，功德无量。第7个就是朴天阳的事业。朴天阳包了强强，欠了强强，
一个提出呢，普天然实验虽然是流行的行业，但是自民国60年到近半年，除了中央制片公司以外，也有冇迄个。该汉德有机会了庆祝10周年的纪念制片公司，当时受到电视的影响，一落千丈千仓。去年来，制片厂又唔还万唔实行，又在天然的电工、氧机、土机等等方面去发展。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嘛？没想到，目前为受到第二次的打击，有线电视台又来临，只有天阳片一电台，一个闭路电视片也同时可主导。同时也有人讲，从事制片者嘅也是演员。容易学到坏习惯，只是在那个制片业中触到内伤来点黑，所以制片业也是不宜列入坏行的7条路。以上所漫谈的也7条路，也唔係绝对是行的，只是以社會的觀點來看。十有八九行起來嘅結局是壞行，尤其賭博、投資者嘅貪污堂呢3條路，應該盡盡來掩蓋一個好。關於講簡而言之，總歸一句話，一個關於講萬物生之，萬物生之。喪失之氣，個萬人生道，個教言就會喪失土德。凡事應該以土德為本，唔係按照土德攞。有人講，皆是為不傷他人家為之土德。有了土德，那唔會傷害到自家與子孫。所以前面所談3項事情萬萬不可有，而個危害程度非常大。所以又有人講，假設某人有處有數有限，想要來報，不必去加多去買厝嘅，只要想盡辦法來交易賭博、上戶堂。也係上酒家、投資者嘅等等，實現學位嘅那個優秀嘅對方學位嘅以後，不出幾年，不但有後期可看，總是實現也就報hết嘅。但凡事惡有惡報，報復並唔係雙策。為人因順慈悲，乜個人慈悲呢？關於講啊是，慈是己所，己利利人，己打人，一個慈就自家要放起來，自家要立放來，也要使得他人家立放起來。乜個人悲呢？關於這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家唔愛嘅東西，唔好推過他人家身上去。像上面所指的方法，一個特性非常的激烈，牽強莫來，奉勸大家莫來模仿莫來吃看那些呢。以上嘅7條路實在很合唔得啊！後來嘅大下一個以上人生快行嘅7條路，只有按多條啊，是希望大家小心嚟注意一條事情。一個讀過以後呢，請大家看課文嘅註解。一個註解以後呢，
咱来讀課文，一個主要多看幾遍呢，可以開拓你嘅客家語文嘅發度、深度同準確度。看外嘅一個客家白話文，講話講起來會個順口，聽起來會個順耳啊！希望各位聽眾朋友大家來共同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安尼哈，一個文章多讀幾遍呢，一個不必是小說安尼哈。研究嘅東西啊，要多看，再三嚟看，能夠了解其中嘅意義嘅何在呢？這個以上是問大家感謝你，再見。是問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